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带大家来关心，嘅三处嘅杜后有曾做过1-2摆，甚至係冇做过重新嘅上父母。改變而客家愛聽流行嘅文化，甚至到大家都買嘢睇到上父輩，也對環境造成異態嘅傷害。台大社會內嘅學生嘅馮怡洽就發現呢一個問題。兒童也一辦鄉下成立嘅上父圖書館，使嚟共享上儲備辦貼展，希望幫韓國多人來了解快時尚帶來嘅問題。馬島做連時尚流行嘅上父，一季經驗。進到這些店裡面就可以開始開啟了消費的模式，這樣子。對，所以我們就是喚起，就是想要在第一間喚起大家就平常的購物行為，這樣子。當然不了空間設計下落來，喺華島係來到賣草，唔講年來也係一個老上父有關嘅展覽。有這樣美美的燈光，然後美美的人形模特，然後還有美美的海報，這是我們認識衣服第一次，就是光鮮亮麗的外表。然後這些漂亮的東西可能會勾起我們的一些購買慾。接下來到第二間的話呢，呢位係快時尚新款嘅起腳點，按對口流行，其實係為可能當問題。我們收集了各種親朋好友的把丟棄衣服的理由，然後把它寫在這邊，然後呈現了200-300個理由。變臭類、半熱皮皮、調酒類、賣唔出類、乜嘅例如毒酒，都係上父對主人嘅控訴。有一些人可能就太在意別人的眼光，然後就會覺得很多人可能都說他穿起來不好看，然後他就把衣服丟掉。對，但是就是我們會希望他們可以更珍惜衣服一點。呢一件作品嘅主題按到挑剔，為了群展覽嘅人好好微笑，賣上父韓國老上父挑剔都同情才的，咁樣是咁正經就比較賣掉掉上父。其實有時候會覺得，就是丟到舊衣回收桶，就好像就是減輕了一份罪惡感。但其實舊衣回收桶就是裡面的東西有很多，還是就是焚燒掉。對，所以其實就是下次買之前要真的三思過。賣衫總之萬貴出錢，成年人嘅各種促銷，從係細囊融合為人見流傳出來，不單是想為賣質量，最每十款內櫃台推轉起。我們這樣每個人就多了太多衣服，那這些不必要的消費，其實是有點有害環境的。賣到晏到，結果上出7到5樓，當到3，變到水底下，變到唔記得，最尾就係跳踢。我們打開衣櫃，然後衣服爆出來，我們才發現說，原來有這麼多衣服是我們之前不需要的，我們可能現在就想要丟掉等等。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消費習慣呢，回到就是這個衣服產業，它其實造成了一些環境問題。其實會發現，就是現在大家買那麼多衣服，其實也並不是因為我們真的很需要，它對於大部分人其實是一種紓壓的管道，或者是我們在買衣服的時候，我們可能常會覺得這是一種投資自己的方式啊。唔單淨係依個上父展覽，為大家啲特亮3個後輩，都有各種相關又複雜嘅元素。像藍色的部分主要是關於勞動的部分，所以上面你可以看到標籤可能是貧窮、童工等等的。那紅色的話是你比較個人端出發的話，你為什麼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你會買這樣子的衣服？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寫個人風格、時尚。那黃色的話是它整個服裝產業，他們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因為衣服穿在人身上是有溫度，那其實我們也應該要去替這衣服去想說，那它整個流程是什麼？那我們要去更關心，不管是環境也好，或是它背後故事也好。近10年，成衣已成為全球第2大污染產業。台灣每年也有1000多萬件的衣服被丟進舊衣回收箱。上父圖書館嘅時間係一群推台學生嘅，發起嘅衣服註冊圖書館內，認為內行嘅預借口，鼓勵學生嘅去練入行同為社會帶來改變。但係每小查嘅機發現，大家從條路冇嘅衫跳出來，係兩條衫就得繼續發揮價值，作為減少消費也減少求生問題。所以佢哋小查用嚟自己共享相處，大家就得點點高溫上父。使用者共同維護的機制。
今年如果这些衣服他们也不会穿，然后他们只是懒得整理，那如果有一个简单方便他们把这些衣服丢出来的管道，然后让实际会一直想要穿这些衣服的人拿走，会不会可以做一些事情或一些改变？这样，你觉得它上面可以穿什么啊，或搭什么？因为我每次拿到那种材质的衣服，我说不太知道怎么搭。你说很火红的颜色？对。可能搭黑色吧。哦，哎，我觉得搭黑色蛮好看。我原本在想白色，但白配黄好像有点典雅飘逸的雪纺不规则背心。这其实是这一件的故事小卡，对不对？这件。啊，这件吗？雪纺飘逸。不是。当亮衫读书股，下一种故事小卡为 Q3嘅本土做得继续传下去。有小主人就是叮咛下一位人要怎么照顾这件衣服，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就是你在外面。一般门市买衣服就是不太会有那种很情感的东西，无论是二手衣也好，共享衣柜也好，就是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其实是人，是不是可以更把它的与人连结啊，以及温暖跟故事的那一面去强调出来？所以后来就有了就是故事墙啊、故事小卡这样的设置。为什么会想要带这？風之插業會，大家唔係唔想買藝術衫，係唔啲為錢嚟買。二手衣目前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第一个整理成本很高，然后第二个它款式很杂，然后第三个它缺乏一个品牌跟一个管道让大家去购买。你係住廠對衫服會時間小見面，就下同意參加，早就可能改變。就算很小的，只是在宿舍里面摆一个衣柜也好，它每个月就是可以换出200多件的二手衣。那它1年、2年、3年，它其实换下去的量是很可观的。虽然行动很小，但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些议题的倡导或这些简单的小行动，去发动一场，就是大家开始认真的意识到每个消费的我们每个消费都要选择自己明天这件事情。衫服圖書館希望各個藝術嘅衫服做得在個進度市場，在個本人立住，看下自家嘅衫出，行一擺上嘅賣性衫之前，加上1秒鐘，大生意都按樣做，出為就改變。